做一个拼过风霜漂泊的查甫囝，离开着手甲做伴，做着阮将快乐心肝。当一盘心酸的目屎，当作一副藏伫心肝。较苦，我也不愿口出声。不惊现实中的拖磨，将我加惊，看通吃人生的温泉盘。斗阵的你看头前金山甲银山，若有心要拼心头，就爱抓好正。为啥当为前途，为厝内的某囝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做一个拼过风霜漂泊的查甫囝，离开着手间做伴，做着阮将快乐心肝。拿一罐心酸的目屎，当作一副藏伫心肝。较苦，我也不愿口出声。惊现实中的拖磨，将我加惊，看通吃人生的温泉盘。斗阵的你看头前金山甲银山，若有心要拼心头，就爱抓好正。为啥当为前途，为厝内的某囝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不惊现实中的拖磨，将我加惊，看通吃人生的温泉盘。你看头前金山甲银山，若有心要拼心头，就爱抓好正。为啥当为前途，为厝内的某囝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好，漂配问一下。其实这首歌认真唱起来是蛮累的，他要很用力去做那个港欧会靠。你看一共漂配的问讲嘛，所以他是一个很历尽沧桑的查甫囝，所以他的声音就会比较用比较浑厚的声音去做这个曲风的诠释这样。那但是因为像我的声音都是比较看几位。好，所以我在做这个歌的时候，我要刻意去营造那种感觉的话，其实会很累，对。但是呢，每一个曲风我们都要去试，你就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东西，然后之后你就可以融汇在你所有的歌曲里面，你可以去自己去做变化这样子。好，好，来，等我一下下啊。好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先做第一句哈。做一个，好，第一个字我们就唱嘴了哦。做一个，好，这个嘞完有一个急收，做一个就马上停了。做一个，拼过风霜，搁一届哦。做一个拼过风霜，
飘撇的查甫囝。好，你要飘撇，要真的有飘撇的感觉，飘撇。做一个拼过风霜飘撇的查甫囝。来。好，来这一句我教你们怎么换气会比较顺。做一个换气，你给一个逗号。做一个换气，拼过风霜换气。做一个拼过风霜换气，对不对？再来飘撇2个字给它换气。做一个拼过风霜飘撇的查甫囝。这样你的查甫囝才会有力道可以去做后面的抖音。我再讲一次哦，做一个后面一个逗号换气，拼过风霜后面一个逗号换气。飘撇2个字后面一个逗号换气，这样就这样，我们来试一次。做一个来，安尼来惊呢，惊叫伊啊！你不是查甫囝吗？好，在这里查甫囝我们要用力一点，好，过一届哦。做一个。拼过风霜飘撇的查甫囝，来。好，真好，过来。你开着，好，这里有一点点的下滑音。你开着。你开着就敢做伴，好，追没有追哦，它就追而已。你开着就敢做伴，随着阮将快乐生活。真好，该随着阮将。快乐生活，好，星那个星有2个 n， 再给它补上去，来，生活，你开着就敢做伴，随着阮将快乐生活，来。很好，非常好，过来哦。流一罐心酸的目屎。好，流一罐较低嘞，它这里这一句很低。流一罐心酸的目屎。心酸的心2声哦。流一罐心酸的目屎。当作一部藏伫心肝，当作一部藏伫心肝，心肝，毋是心肝，心肝。好来，卡苦，卡苦。卡苦，我也不愿口出声。来，出声，3个u，出声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卡苦。我也的抖音，我也愿口出声。
很好，来，我们这一整段可不可以来一次？做一个拼过风霜漂泊的查甫囝，你开着酒干做伴，做着阮将快乐生活。录一歌心酸的目屎，当作一部藏伫心肝。卡苦我也不愿口出声。换你来，做一个。好，再来，录一歌，存做一部藏伫心肝。好，这个口你可以唱口一点，卡口，给他一点哭腔也没关系，好吧？就口一点，卡口。我也不愿口出声。好，副歌来，不惊现实中的拖磨，不惊快一点，不惊现实中。中有一个嗯的抖音，不惊现实中的拖磨。再次哦，不惊现实中的拖磨。好，那个 A 你唱成4声的 A 好不好？不惊现实中的拖磨。拖磨，不惊现实中的拖磨。来，过来，将我加行，将我加行。过来哦。我芳正人生的温泉盘，好，那个挂你可以有一点喉音，挂，可不可以都有没有加都没关系，啊，你若是查某问讲，你也当卖加，好，你也当手较柔的，你这是问讲啊，不一定要查某囝啊，对不对？女生也可以去开，我芳正人生的温泉盘，来。好，既然是温泉盘的转，咱来给它转一下，转，人生的温泉转，来，我芳正来。非常好，来，再来这里，我们要一点颗粒感哦。好，你等下会听那个鼓声，噔噔噔噔噔，然后你要颗粒感来。斗阵的你看头前金山加银山，再次哦，斗阵的你看头前金山加银山。真好，若有心要拼，心头就爱抓好正。很好，来，这个要怎么做这个颗粒感，你知道吗？每个字你唱短一点点。斗阵的你看头前金山加银山，啊，这样就有一点颗粒感，有没有？斗阵的你看头前金山加银山，若有心要拼，心头就爱抓好正。来，换你。好，过来。为啥当为前途？
为前途。好，你看这里都是二声，为前途。 为厝内的物件，这里有一点点困难哦。为厝内，好，没问题，对，厝内。然后 A 有一个 A 的抖音 ，A， 好，等一下哈 ，A。 好，如果不会抖音的，你就拉直音。好，后面一个 A 的抖音完，后面接3个 A 转音。啊，为厝内的物件。好，那这个 A 要怎么辅助你转音？你的头呢可以动一下，你就会了。 啊，这个是一种身体的带动你的声音啊，不要太夸张哦哈，转音其实有很多种，大家会有不同手势，你可以去看歌手，有一些人手会转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啊，头转也是一种方法啊，身体动也是一种方法，你自己就是找到你自己适合转音的方式啊，好来。 为啥当为前途，为厝内的物件？来。物件，拢自回头。要回到有哦。 拢自回头，金不换。好，金呢有一个因为的音做抖音，金，拢自回头，金不换。 我们可不可以从唔惊现实中唱到唔换来？唔惊现实中会拖我来。将我好，过来。人生的运转盘。 金山甲银山。 为啥当为前途？拢自回头。好，来有一个地方注意一下，为厝来的厝二声，为厝来。你们为厝来，不是厝哦，厝来。好，我们跟音乐哦，来。 来，我们现在这个点下去，这个 key 呢是吴俊宏的原 key 降一。好，现在这个 key 是降一哦，原唱的降一，他的声音蛮高的。做一个行过风霜飘撇的查甫囝，离开着酒干做伴，醉着阮将快乐生活。含一罐心酸的目屎，当作一副藏伫心肝。较苦我也不愿口出声。 惊
现实中的拖磨，将我加行，我芳这人生的温泉盘。斗阵的你看头前金山甲银山，若有心要行，心头就爱抓好正。为三顿为前途，为厝内的某囝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华丽，男生。5、6、7，来哦！最一个，你开着，做着阮才快乐生活。拢做一副藏伫心肝，我也也现实中的拖磨，我芳这人生的温泉盘。斗阵的你看头前金山甲银山，为三顿为前途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将我加行，斗阵的你看头前金山甲银山。为三顿为前途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好，来讲个地方，这首歌的尾音都是什么？啊，所以你的嘴巴麻烦要超级开，而且又是这种高音，大声的高音，你的嘴巴一定要开。哦，你看全部后面尾音都是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。尾音那是啊，你的嘴就是爱开啦啊，尤其是这种关音啊。好，女生来，女生我们先降2看看，好，看看那个垃圾关会不会你们会不会太低哦哈？那垃圾关伤低，你就声音安尼啊，来。女生哦，好，来，这个是升 C， 升 C 啊。5、6、7，来哟！一个。你会当唱查某囝无紧，做着阮将快乐生活，一挂心酸的目屎，拢做一副藏伫心肝。惊现实中的拖磨。我芳这人生的温泉盘，金山甲金山，就爱抓好正。
高，女生会啊，好，太高啊好，啊等下迄六字关你要立起来哦，好，看你的目屎有甲立起来无？好 ，C， 刚刚是升 C， 现在是 C， 好，那我们来有一个地方，等一下男生帮忙一下，女生唱那个到底呢？你看头前金山加银山，男生帮我加个嘿嘿，哎，你看哦，试一次来。到底呢？你看头前金山加银山，哎吼，安尼会晓吼。女生来唱一遍。啊对，啊头啊恁的金山嘞。到底呢？你看头前来。嘿嘿，哦嘿，安尼，等下安尼吼，好，来啊、哦。这种歌就是要这样快快乐乐的，要给的问奖。女生你可以唱查某囝哦，没有问题。还有，一个，你开着。心肝，女生嘴巴大一点啊！惊现实中的拖磨，再来哦，男生看注意也来哦，嘿嘿。也无啦，前途为厝内的某囝，阁有一个机会哦吼，来唔惊。我放下人生的温泉汗。来呀，嘿嘿！为厝内的某囝。来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女生降三 OK 了哈。好，男生我们不用降了哈。好，来，那这就是我们这礼拜的漂培的问奖。好，那就谢谢同学，大家新年快乐。等我一下下哦。